谁嘛话很简，你的那呢？抗比年轻空洞，个人最可谓这招不易，做你的先别，不要让兄就东边没破这落叶落色的工作，总到给拍清黑白的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康巴卫视和中共甘孜州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由甘孜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和四川香巴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圣洁家园电视联欢会的现场，欢迎您。西北朋友啦，公日大北好上东，桥大北在山中呢，路把照进杨用这么老几，你这边公汉没都黑白的起了不的人。朋友们，过年最思乡，故乡是什么？故乡是草原深处的一缕炊烟，是夕阳西下阿妈的背影，是我们每一个人藏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份情愫。接下来，著名歌手江央卓玛将把内心的祝福带给故乡，一起来欣赏心中的雪莲。
南无